好来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天气真热，真侪人会来一碗绿豆汤透心凉。也毋过，这个网络顶有一段影片，讲中国的武汉甲江苏有2个老太太食这个绿豆汤了后，不幸来死亡。所以这个影片就特别来提醒有4种人唔通来啉绿豆汤，包括着体质虚寒者，甲有咧啉中药的女性。咱的记者特别向营养师甲心脏科的医师来纠正，结果讲这段影片的讲法根本就是无影无只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外面天气这么热，最适合来一碗绿豆汤，清凉一下，消暑解热。哎，你不是在吃中药吗？人家说在吃中药的人不可以喝绿豆汤。哎，对呀，网络谣传体质虚弱、老人或是月经来的人都不适合吃绿豆汤。哎，不过这件讯息是真的吗？网络顶凊彩找绿豆汤，都真侪文章甲影片，写讲有够恐怖，啉绿豆汤心悸塌险啊死去。过来就是啉绿豆汤，伊险啊无命，甚至有文章写讲4种人唔通啉绿豆汤，分别是冷底、食中药的人、体质较虚弱的老大人、甲囡仔，也是生理期的女性。阮一个问营养师，伊替绿豆啊画愿望。它是属于高钾的食材。那如果有一些是限钾的肾脏病人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建议就是在摄取的时候，确实是要控制量。那其他包括小朋友啦，或者是说像生理期来的时候啦，然后或者是说孕妇啊这些，其实都还蛮适合吃的。绿豆主要营养成分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B1、B2、钙、磷、铁、钾、镁、锌、药、叶酸，有丰富的营养价值。因为网络有伫谣传讲，中国武汉甲江苏分别有老太太啉冰的绿豆汤了后过身。新闻科医师认为讲，这可能跟食物的温度有关系。年纪大的人一旦超过70岁以上，血管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动脉硬化，弹性本来就不太好，所以突然间从口鼻里面一下子进去一个非常冰冷的东西的时候，它会一下子缩起来。一缩起来的时候呢，那这时候如果是在心脏血管上面的话，就容易造成心肌梗塞；如果是在脑血管上面的话，是有可能造成中风的风险。脑中风的危险因子甲年岁3悬有关系，应该戒烟酒，莫过量加运动，控制体重，而不是将脑中风怪罪绿豆汤。连到绿豆啊是低脂肪高钾，适量来食对心脏血管有帮助，千万唔通误信传言误会绿豆汤。